2天的本土病例，一捆头是加出了真多。卫福部长陈时中讲，这确实会来影响到解封的脚步。也毋过呼吁到民众面对这个疫情，爱谨慎，但是毋免来惊狂。伊家是认为讲，这个本土有几例已经毋是重点，重要的是医疗的量能甲口服药的这个准备。医师嘛认为，要继续甲民众推出来注疫苗，毋通将做后一个香港，尤其是中8者甲外籍移工，会当实施强制措施，鼓励因出来注意放射。现在不受访，现在不受访。卫福部长陈时中今仔日出席活动，面对媒体问话，伊拢无应。本土疫情搁一摆压起来，昨一困新增加83例。陈时中讲，解封的时间无要紧，不过伊概说看法乐观，认为袂因为安尼影响解封，因为即马疫情已经毋是重点，重要的是要压低重症和死亡人数，医疗人员搁食药啊，嘛拢爱对着。这些重症的病人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。那其实问题就不大哦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做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尽量去把这些年龄大的人还是要打疫苗，第3针还是要打。再来呢，你的治疗的药物要够了哦。这次病毒本来就很难用疫调去防止它，因为它传的速度比你疫调的速度快。匡列在还可以某种程度控制的时候。那也不能放，因为你假如完全放掉了追踪都不追踪了，那它可能就是真的完全社区大爆发。不过，为时大人就是唔注意放射，有23%的老大人也未注第一剂。伊讲第3剂疫苗涵盖率嘛刚有36%。比如说，你就要求雇主一定要帮他们打，不然呢，雇主就必须把他送回去，送回国。香港交给我们的是老人家绝对不能不接种。他们是重中之重。疫情充满变数，但是中讲心情放轻松，防疫做好事，才能镇压这场疫情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